想出国。还有很多红妹妹，哎，银元，这边好没有？好了。想喝啊？好没有？想喝嘛，是吧？想喝嘛？哎你这儿给你这儿。先拿一片嘛，先拿一片嘛，哎。先喝哦。哦，先喝一片嘛。先放嘛，交给你。没事，我炒。认真跳哈，我还是在录。好。起来嘛，重新放一放。好了，别。对形起了点儿，前面两个张开点儿。哎，对，徐总和要站开一点儿。可以。没电了，提前10几分钟吧。你少用过，你可以一过去我边边上之后，用过不会。都是一起在录，全都有。喂，这儿录。是不是？两步对吧？
事没事。没事。好，出去了吗？出去了吗？要退出吧？对吗？走了啊。好，拜拜。妹妹，你把我的网关了。不要知道。这个我舍不得，我像个盗版的经验。我也这样子。我们两个人手比起来，比我个子一般那么高。我们完了，他们两个来，换个围巾不？他们也是这个。你们要靠哪个？我们要靠这儿不？换一个方向，他们说。换一个方向，对吧？哪方向？这儿方向，这个当背景。不好看。对呀，往这个走嘛。朝这边嘛，那就对。朝。我们家盗版起来了，到时候备注一下盗版。啊不，你看，没得刚才那亮哦。啊，就后期调吧。我是调那边哦。你高兴去啊？没事，就这么。来嘛，来吧。
啊，还有一段的吗？忘记了，我们两个忘了，我们两个不要以为完了。那吃完了吗？对，吃完了。哎对。还跳什么？我想一个人录一个。会带太多了，不知道跳什么。几点钟？10点。啊？这样。你来去这干嘛呢？这个是这个都可以发个照片。我唱歌很好听的。唱歌吗？今天唱歌很好听的，你不知道？唱嘛。哎，我一直没关，我一直瞥进去了。他们两个啊。那黑的都一唱了吗？你家溜溜的大姐，人才溜溜的好友，陈家溜溜的大哥，看上了溜溜的他哟。月亮那个贴写。看上了溜溜的他哟。一直在给打开。那出了一个贴写。大镜头。你家溜溜的看上。直接整到脸上出个贴写。会唱溜溜的加油，我不会唱，会当溜溜的加油，我这多好，这么能歌善舞的人真的是，把这个地球转进去都找不到我这里。为什么？有3点呢。去了，你唱歌有原声才能唱。我把你抽啊！你牛逼！你很牛逼，我把你抽完。你放心吧，手机我会用。真的，对吧？嗯。因为他有我不会用手机。我小长了的。不好意思啊。
这哈不换你喽，哦耶耶耶耶耶耶！这样子吗？好。太幼稚了，这你们是你们是90几年的？别怕。1999年的是不是？我是99年的。哦，全是。不
手里还有，手里还有。什么啊？什么啊？你不好，我忘记我有个手机，我才想起来，哈哈。来这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来嘛，来录嘛。来嘛。让弟弟带着手机，可以这样子帮我拿起吗？嗯，最好他们差不多。嗯可不得跳了吧？我爸去都拍了27分钟，加之前的话给你20多分钟。他不敢。下午才把手机的这垃圾视频全部清理出来了。别的哦个。说你要买 V2 机，所以买对呀， V2 准备我都准备换 V2 的噻。我有 V2 的，想买一体换一体的。别的机都清好了后。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充一发，充一发。我以为他就要在前因为各自的原因才能看一下。你在那边吧？你要不要这么随着？你在那边，你和那个17调下。我习惯了这边。啊，那边要高一些，低速感觉。低速高点吧？那边高是你更矮了，我跟你说。我开始了。这边还一会儿马上你来一模一样。开始了。好，这个驱动往那边走点点。哎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个我会了。好白哦，全部人，你这么白，眼睛都看不到。全是一坨白的啊！好，等一下，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。只有单独一个。这个我要了，可以吗？这个是其他视频应该这个可以。这个视频我要，可以吧？还有等一下帮我拍个图啊。没有去拍可以。好。 1、2、3 ，Action！
你们的啊，他要拍花，那个拍。我都拍了20多分钟，嘿嘿，他们都拍了很久。我一直没停，一直拍，全拍8K，全部拍8K。那我拍的话，我单独拍嘛，你单独拍一个嘛。我那不想拍了。为啥子？我不想拍。那我拍一个，因为其实也这排花吧还是咋走？好多人咋个拍哦？我不知道。直接走，对着我走。我这个可以，我也拍下那个，拍到那个。这种走的话，我以为是站到拍，走的话要你拿来嘛。好嘛，走路边拍嘛。走路走过来拍吧。哎，可以。对路边好看，待会儿车撞了也好看。我以为是坐着的，这样的话2个人就像这样好高哦。走的话2个人好。对呀。小李帆。灯开启，开闪了，好像显眼包。显眼包。从这儿吗？从那边走嘛，顺着那条线走。这样子过来，我讲，这样子过来，这样子过来嘛，飞哥。啊？这样子过来嘛。就走都可以。好，就顺着线走。出来点嘛，出来点，出来点。好，掉一个，快，曲灯走到线上，曲灯走到白线上。好。是的，你知道吗？把脸要立出来哈。把脸拍。好，慢慢走。走。好想笑，应该说的拍来嘛。好，在那边走，在对着走下来。转转点。转过来嘛。走上面点。不牵嘛，接着。好，跟着我走。这边好看一点。走慢一点。带不起呀！对，花要朝我上，花都看不到，对。不要去，慢点，去。好，慢慢走哈，好，走。只能把花包到上2个手。走。我没拍到那个，哎，拍的便宜。这太快了。要说还慢一快。谢谢。我好像灯光照多了，我眼睛不舒服。是吧？看不到了，有这儿有黑圈圈，这有白圈圈一坨，这儿有白圈圈一坨。我做了眼睛手术。哦。因为做几个都做的嘛，还做手术几个都一起做的嘛。我牙齿烫眼睛。哦，还有，哎，不止你们2个吧？拜拜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哔。不客气，拜拜。我们去取车去了。对，他最后那个动作可以把它拍出来，就是最后那拜拜了不？给他发出来。又是一个照片了。是20秒的那种长。